请咱有悲心灭道，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听阮的主，感谢你，互阮经过一个平安的暝、圣诞的节日。阮感谢你，想需耶稣，互阮通活靠，用听来听阮，互阮知阮是你所宝贝的。阮真正感谢你，阮也要因为你所创造的，永远来欢喜快乐。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也献上阮的敬畏。阮要学乐你的名，感谢你听，感谢你接纳，欢喜阮的所做，成就你家己的荣耀，荣耀你的名。愿荣光拢归乎主上帝。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平安，平安，真欢喜甲你做伙来学乐敬拜咱的主。请你甲边仔的人也安尼讲，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感谢主对年头到年尾陪咱行过春夏秋冬。感谢主，咱要用信仰个别来开始咱今仔日的礼拜。信仰个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列岛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集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感谢主陪咱行过春夏秋冬。感谢神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节目，你都为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节目，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
你从不撇下我，永远不离开我，晨昏夜晚陪我度过。我的日子如何，你的恩典更多，在这一切世上靠你胜过，从不撇下我，永远不离开我，晨昏夜晚陪我度过。我的天更多，在这一切世上靠你胜过。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陪我走过春夏秋冬，上帝爱我们，会引导我们，保护我们。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感谢上帝陪咱行过春夏秋冬，感谢上帝以使耶稣，互咱通求救伊的名，通活靠伊，伊是永远永远唯一的愿望，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来，这位起立来，咱来做。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请你找5个人甲伊讲，耶稣是咱永远的盼望。耶稣是咱永远的盼望。耶稣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永远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
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再一摆3个耶稣，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咱将普声开予咱荣耀的主，永远的仰望，请坐。又安尼应允咱还袂求救的时，伊就要应允。当咧讲话的时阵，伊就会听。这是上主，这是主上帝对咱开的支票，互你用，请你好大甲伊求讨。搁伫新的一年，我望主疼痛的手牵你牵我来行新的一年，望主疼痛手牵你。当我魂滴打来，我的心情有关在。当大风烟微微散，主的伴带我来滚弯。世间的苦楚我的愿望点伫天，虽梦是一有是话，主的听着一个关怀，袂怕求听主的名。老花听也你，袂怕求着主的名，每回聆听伊的听。你若心若平安，心肝也生相依，望主听他手牵你。主伫黑暗直直打来的时阵，互咱搁永远有信心。主，阮感谢你伫大风影来的时，有你通做阮的靠岸来救我。世间的苦楚虽然伫阮的目前，总是我的愿望放伫你遐。阮虽然失志，主你会听，你的话会叫起，叫阮搁活转去你遐。感谢你听阮到安尼，看阮做宝贝，无互阮的头毛失落一支。感谢你用你的疼痛，用你疼痛的手牵我、保护我、引带我伫未来的日子，伫现今的时阵。感谢你逐时逐刻保护。当我魂滴滴打来，我的心
在，等大风烟会为散，主的看带我来温暖，世间的苦楚拢袂停，我的盼望点伫你，有生是只有是话，主的行着一回关过。袂捌求叫主的名，袂为念念你的名，你敢知影主听你？我若亲像老爸听你，袂捌求叫主的名。袂捌求叫主的名，袂捌念念你的名，你敢知影主听你？我若亲像老爸听你，袂捌求叫主的名。我也身上比，望主听通手安你。感谢主，你知阮的苦楚，你知阮的困境。阮阁知影，你毋若看顾阮安尼，逐时逐刻，你陪阮行过春夏秋冬，年头到年尾，逐个新的年拢有你看顾。虽然有乌云直直打来，总是你会帮助阮有信心来面对。虽然有大风涌来，主你做阮的靠岸，阮就袂惊吓。这个世间的苦楚也无停煞，阮总是会失志，因为你的疼，叫求阮来活动。主啊，阮感谢你这款的疼痛。阮虽然袂明白，总是阮若求叫你的名的时，就知影你是阮的主，你是阮通倚靠的。感谢主耶稣，你降生做救赎阮的主。阮愿意放下一切，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光照阮，愿你的光照阮的心，互阮知你是阮所通倚靠。阮得安慰，是因为你；阮的愿望也是在伫你。望你疼痛的手牵我，保护我，行伫你稳定的路，行伫你正义的路。阮感谢你，阮要因为你，阮是你所创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安住伫你创造的新天新地的所在。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知以前的代志，阮无要搁纪念，阮无要搁思想。阮伫你新创造的日子内底，有新创造的人来面对新的年、新的日子。感谢你听阮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请咱继续安静。咱的讲道的时间，大家安静伫主的面前，来想看觅，来思考今年咱
有啥物爱伫面对家己的罪来认罪来悔改，为着教会逐项的事工，甲兄弟姊妹身体感情来祈祷，请咱同齐开声来祈祷。愿伫天顶的爸，阮感谢你，因为使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接近阮的心、阮的手。阿爸爸，今日请你听阮的祈祷，在阮心内所有委屈的、所有心中有任何受伤的部分、有任何的罪过，拢伫你面头前面前去。主啊，赐阮力量，互阮毋但认罪，搁互阮有力量去悔改、去改，所毋对的，请阮甲改掉。主啊，互阮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有这个气力，靠你的力量，互阮改正阮的错误甲罪恶。感谢你，教会事工甲兄弟姊妹有真济代志，拢需要伫你的面头前，望你的恩典，望你的怜悯临到阮，叫阮伫你内底有力量。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阮在靠着耶稣基督的性命。重新站起来，靠耶稣基督的性命，阮心内力量有气力。主啊，感谢你。啊，你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好，来启英文56篇。创世以前就道甲上帝同在。道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物。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内面有活命。这个活命是人类的光，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毋捌赢过光。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迄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使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伊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道成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阮上加阮祝福互咱大家。律法通过摩西来颁布，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天父在生活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出。咱请圣歌队来献诗。
来，请掀开周报内底咱的消息。本周是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感谢上帝平安来带领个引带。全新的2025年，咱会使继续伫圣神的引带内面，靠主恩典努力来做主工，勤读圣经，互主的话语经历更丰富上帝所赏赐的恩典。第二点，咱明年2025年第一届服侍表已经完成吼，请服侍的同工今日落1楼招待桌遐提取，然后服侍时间无法度配合的，甲牧师来协调家己协调调换吼。第三点，咱中职会第7届的议事第一眼决议，原本伫拜六暗时的华语礼拜，要伫明年2025年2月9号开始调整，伫逐礼拜11点到12点来进行。所以请参与华语礼拜的兄弟要注意这个聚会时间的调整那你若有感动要参与咱华语礼拜事项的工课的同工私底下甲牧师来探问就是讲你若要逐个月来招待，也是私礼诗歌的敬拜来甲牧师才来问第4点，请小组长甲牧区的同工呢，参考明年度的事工计划表来排即个小组甲牧区的活动。伫正月初9明年的正月初9以前提供今年2024年事工的报告甲明年2025年事工活动的计划安尼才会使伫正月22进前呢，明年度第一届中职会中来校对。第5点则无写，我则补充一下本周小组暂停一届即今日聚会了无小组，请大家会记哩好，咱来看来读圣经今生免伫你会记哩耶和华你的上帝，无守伊的诫命、法度、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命令你的。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生命记8章11节。好，接着我们来读今天的圣经《生命记》8章直接11节。你着谨慎，才袂记你上主你的上帝，无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上主的诫命、命令甲规律。16节，伊搁伫旷野用恁的列祖毋捌的吗哪养饲恁，是要考验恁，互恁谦卑，到尾是要互恁得到福气。18节。恁着会记你上主，恁的上帝，你得到产业的亏力是伊予恁的，是要实现伊对恁的立设立的约，甲今日同款。来，再来，请国语、华语小朋友上来。大家平安。平安。我要念的圣经是第8章11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18节就好了。18节。
么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好，那请小朋友都到前面来哈，我们请牧师为你祝福。来，我们请所有小朋友跟青年哈，来中南还有静瑶，我们的国中生，待会要去参加主日学的小朋友哈，啊，感谢主，在2024年哈，上帝带领我们这些小朋友还有老师哈，他们能够陪伴这些孩子来成长，所以咱买一个较嘴用吉的哈来靠过来哦，好啊，那个国中生哈，请你们把那个小孩哈，该大嘞，好搭在他们的肩上，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哦，感谢天父带领我们的生命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你，我们要透过你的话语来明白。我就爱谨守上帝你的话语，所予阮生命应该遵行的道理。愿上帝你带领阮，你毋若想使，予阮大桥教会，予每一个所在的教会有这细囝，真做教会好的产业。嘛恳求上帝你赐予阮，予阮毋若伫家庭有这个囝儿，真做好的产业。嘛通过教会会当讲传上帝国里的福音，带领更较侪属地主理的人，甚至是上帝你所呼召的、竞选的，当来到主理的教会做伙来敬拜上帝。愿上帝你赐予阮这细囝、青年朋友，通过老师的辅导甲陪伴，通过用你的话语来扶持灌顾，帮助因通过你的道，通过你的话语来认捌生命要紧的智慧，就是当得到永远我的活命。恳求上帝你赐予因。也帮助这细囝，互因伫家庭的内底为晓友好父母，伫教会认真服侍主、服侍人，互因的一生会当真做主你的欢喜，得主你的祝福。当心伫你面前，搁一摆献上阮的恳求，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不客气，好，来。好，接着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证道哈。下，来宾兄这大家平安，真欢喜，互咱看见这细囝，因互咱亲像他拄仔这个圣歌队咧学乐的中间吼，感谢学乐主耶稣我足深的感动，因为看到阮上细汉的细囝，竟然一边行爬来到遮，喙嘛咧合的吼，嘛要学唱歌，学乐上帝。毋那安尼吼，最后要结束时，佮行到头前吼，学指挥吼，手嘛咧对咧比啦。所以咱看见讲，其实囡仔伫教会内底吼，伊会有一个好的影响，互伊会当即个环境，咱用话语上帝话语，嘛用咱的听来帮助这细囝，互因会当平安大汉。咱嘛看到这青年，因豆豆伫教导受教育、信仰的教育，嘛互因的生命伫新的年度。伫旧的年会晓感恩，伫新的年要再来的时阵，嘛要学习要安怎来荣光上帝。所以，搁一摆，请你甲你边仔的人讲，愿上帝的平安赏赐你新的年。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2024年的内底，阮享受主你的稳定甲保守。伫过去的一年中，阮知阮对年初到年末，你赐予阮是丰富的恩典。无论伫金钱上，无论伫教会、伫行款的内底，阮嘛看见上帝你平安带领阮经过。伫阮所信的真理内底，阮嘛要恳求上帝你通过圣神的感动甲扶持，来供应阮伫灵性上的需要。主啊，阮相信，当你赐了这属天的气力，通过你的话语，你要互阮得到平安。无论阮所经过是喜乐也是忧伤，阮拢深信，伫你的旨意内底是何等的美好，伫你的计划内底是较远过阮所想的。主啊，阮要为着这一年的中间，阮所犯的过错甲软弱来帮助你认罪悔改。
阮常常伫言语、行为、甲心思意念顶面，若有得罪你的所在，若恳求你，佮一摆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阮，撤销阮的过失，佮一摆互阮得到顶头生的快乐，更加有信心甲助力同行。2025年要来的时，我嘛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立定心志，佮较深来群对主，较无助力活命的真理甲帮助。帮助阮来认捌主你的话语，帮助阮持守伫你爱阮、持守交付的使命，互阮的生命做主你、掠主你做中心，有愿望、有改变、有快乐来成做你福音的见证人。主啊，我要将你的听甲真理来传扬，更较侪生命有需要真理活命的人。愿你赏赐阮通过祈祷。伫祈祷的中间，较侪祈祷来经历主上帝，互阮学习着智慧的心。主啊，阮要搁一摆伫你面前，将阮今日的敬拜全然仰望交托主，也带领阮伫今日每一个参与，无论新朋友伫你的面前，阮拢会当作领受着主你的疼痛，互阮平平安安来，嘛平平安安倒转。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感谢主，咱伫今仔日我首先报告一个啦吼，就是咱因为教会2024年，咱伫华语礼拜拢拜六暗时吼，嘛检测有个人时间上暗时较无好出门啦，目睭看较无吼，嘛行动并安全上有即个跨路，所以呢咱嘛期待会当甲改做礼拜日的11点的时间。嘛，帮助更较侪人，因若伫台语的顶面较听无的，思考的方面较有困难的，嘛拢会当来参与。所以咱伫2025年的2月初9，咱就开始有华语礼拜，伫礼拜日的11点。咱小组游玩继续啦，吼，游玩继续。若如果咱的唯一的改变就是咱的司礼，有当时司礼是中级，因是小组长，因若是第一堂有司礼了后，因就爱继续伫第二堂的司献，就是奉献的所在，就敬拜了后的司献，然后因就将这个奉献的钱摕落去楼骹，了后因较做伙参与伫咱的小组，嘛先简单甲咱报告吼。无伫遮嘛介绍咱的新朋友叫做翁千雅姐妹吼，咱拍婆甲伊欢迎吼。好，伊本身是对新加坡拄转来台湾来探访亲人。所以咱等下会后，咱嘛会当甲伊请安吼。无事今仔日要用一个主题，甲咱做伙分享，就是咱的生命要安怎伫回顾伫过去的中间，咱了解上帝带领咱，互咱伫充满稳定的一冬的中间得到祝福。咱嘛得爱伫新的年要来到的时阵，相信一定有充满侪挑战，但总是咱来定心立志，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会晓数算上帝稳定。好。诗篇90篇第12章吼，咱做伙来读好无？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圣经的话，诗篇内底安尼讲，求上帝就爱教导咱安怎样数算家己的日子，通叫咱得到智慧的心。数算的原文的意思叫做心中怀着感恩的态度啦，而且呢，人的心是无论大小的大细项事，你所经历的，拢得爱安怎？拢得爱体会出上帝祝福。安尼要安怎做？有当时你拄着困难，有当时你拄着忧伤，有当时你拄着患难的这个事，你要悠然爱去数算，去思想，到底上帝要安怎通过你所拄着的代志，安怎？去经验上帝要安怎甲你祝福这是足困难的代志。通常有当时咱拄着困难，想讲上帝敢若无伫咱身躯边咱拢会安尼想啦。总是圣经的话，其实咧教导咱要安怎数算家己的日子的意思，是无论是好，无论顺境也是逆境，咱拢得爱伫感恩的内底，爱去学习去数算上帝安怎带领咱。所以伫进入2025年。牧师期待咱学习，咱需要家己定心来立志，更新的生命。要安怎样伫新的年度，咱有新的愿望，咱得对咱属灵的生命爱定心去思想，认真来学习甲追求。
所以牧师要去一摆带领咱做伙来看。其实今日圣经站吼，毋是《申命记》第8章第6节、11节甲18节啦，其实是啥？是规章的所在吼。咱做伙来读好无？有较细小看，啊，咱若看会到的，就做伙读吼。咱做伙用华语来读好无？来，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的上帝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好，下第11节，来，我们再一起来。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看圣经申命记第8章的背景是以色列在旷野40冬要结束的时阵，特别上帝透过摩西在迄个所在来帮助以色列百姓去回顾上帝信息的供应，甚至来提醒百姓唔通袂记得上帝的恩典。特别伫因要行入伫即个应允的所在，因着爱更加唔拿去回想上帝安怎样互因享受丰富的祝福，嘛着爱安怎，着爱遵守伊的诫命啊。所以咱会当了解，人若伫好的环境的中间，伫自由、民主、平等的环境的内底，若袂晓去孝念台湾也好，孝念你的家庭，过去的人安怎辛辛苦苦来建造家庭环境，
甲产业的时阵，往往人就无感恩的心，往往就会失去了上帝爱咱活的活命应该爱行的路。所以特别今仔日牧师要邀请咱要安怎样来遵守伊的诫命？当咱伫上帝面头前，咱就爱明白上帝安怎样备办为咱备办的所在，咱要安怎样就爱遵守伊的诫命。咱爱知影，过去咱大桥教会伫3冬前，咱是伫什么所在？是我感觉当然是感觉有够野，但是咱伫要做主的工的顶面，真正诚辛苦。主日2就爱行去到几楼？4楼哦。吼，3楼牧师馆，2楼是啥？是厨房，1楼是咱礼拜的所在。当然拢真好。若讲散遮的所在，其实我感觉已经有够。但是咧，咱伫真侪要做事工的中间，真无容易。特别是老大人，若是身体若有泌尿道，特别是要排要大小便的中间，咱就安怎？讲台后壁面是便所，对无？啊，若无去后壁，就爱去倒位？就爱去行去到2楼，还行楼梯。所以教会嘛，为着安尼，咱去增加去买啥？升降椅有无？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咱真辛苦。我会记得这小朋友的阿嬷吼，带孙来教会参加主日2，就对1楼啊行到4楼吼。吼啊嘛咧甲咱建议，讲好，咱的教会吼要带囡仔去到顶面吼。阮时常咧想这个代志，上帝安怎样带领咱？咱原先嘛讲要伫东桥的所在，原底要买即个大楼的1楼的即个啥？吼，即个上即个啥三角窗的所在，嘛真好的所在。但是大楼无要卖咱，吼建商无要卖咱。后来咱教会就去到伫活动中心，经历要4个多月的时间。逐礼拜6。咱就暗时圣歌队以前，咱就先摒扫排衣啊，排了练圣歌队练了后，礼拜日、礼拜煞，逐个人都做伙收的。啊，礼拜日要唱歌，佫袂晓唱上大声，对无？惊伊吵着厝边隔壁。兄弟姊妹，咱经历哪亲像伫旷野的过程，亲像以色列百姓因所经历的，但是上帝嘛应允咱的祈祷，带领咱。后来，咱买到这个所在是一个基督徒，伊希望要卖一个基督徒，所以伊嘛伫祈祷中间咧敲找，看有人会当来买这个所在无？上帝嘛带领咱，为着电梯要做无？为着违法的代志，吼，这嘛是违法的吼。但是我感觉上帝伫带领中间嘛，互咱平安。嘛有人来检举，嘛有人来做一寡做代志，互咱感觉惊吓的事。但总是咱甲上帝求讨，上帝嘛帮助咱得到平安。兄弟姊妹，上帝为咱备办的代志是啥？是在伫咱着爱遵守伊的诫命，上帝自然要赏赐咱平安。今仔日当咱遵守上帝的诫命，用上帝的话语来做生活的准则，咱的生命就得到平安。圣经申命记第8章第6节安怎讲？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要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甲你边仔兄弟讲，咱就爱敬畏上帝。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就爱遵守伊所赏赐的诫命甲律例。我相信这是一种全心全意的敬畏甲顺服，嘛表明以色列人应该爱用上帝的话，成做因生活的准则。所以这段圣经节特别咧甲咱提醒，遵行上帝的话是啥？遵行上帝的话才是蒙福的基础啦。如果咱若无遵行上帝的道啊，遵行他的道，什么道？就是他的话语啊。所以咱若无咧遵守上帝的话语来行，安尼咱是要安怎敬畏伊啊？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常常甲咱提醒，咱有咧读经无？敢若一个咧读经吼，你若有咧读经就像安尼啦。有，你嘛讲出来嘛无要紧啊，敢毋是？兄弟姊妹，牧师毋是咧讲，咱着爱甲人伫人的面头前讲你做啥物啦。在伫你伫上帝面头前，你是毋是真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啊？上帝爱咱遵行伊的道理，就是教导正确的话啦。我最近一直咧想一个问题，我一直带我的囝，甲我的囝讲，你着安怎做？但是逐摆我若甲伊讲了，伊拢甲你反抗啊！
反抗了呢，我就甲伊拍，拍了伊就无欢喜吼，就安怎？就埋怨啦，讲这爸爸无疼心啦，然后就挖去妈妈遐啦。我就咧思考，到底我讲的道，我讲的话语是出了什么问题啦？兄弟姊妹，咱认为对的代志，这是目标。但是咱讲出来话，若毋是真正上帝所欢喜好的方式来表达的时阵，就会安怎？就会出代志啊！所以我会记得昨吼，我甲我的细囝讲吼，我3个叫过来。我无要甲因拍，无要甲因骂，因拢惊甲皮皮喘。后来行过来，我甲因讲，对打了后，恁若要拍电动、要看电视，恁甲我问，爸爸袂甲你拒绝，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爱安怎？你爱先想看卖，你有该做的代志有做好无？过去我若甲因讲，袂使，你还袂洗碗，袂使，你的册包还袂准备。伊就安怎？哼，讨厌，我不要，哼，哦，足生气哦。后来我就想讲，无毋对啊，咱甲伊禁止，互伊毋通安尼做，但是伊偏偏安尼做的时阵，其实伫伊背后有伊的啥？有伊的需要。但是伊的需要，伊必须爱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就是爱遵守啥？伊的生命的规则啊。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伫上帝面头前，上帝咱拢看这上帝道啊、话语啊，拢真要紧，对无？但是大部分拢做袂到啊，了解无？奉献有无？奉献就足无容易啊！疼人嘛无容易呢。你看到一个面哦足歹的吼，但是你会感觉伊足需要福音的，你就无爱呢。过去我的妈妈吼，看到迄有足艰苦的，面相足歹看，讲好啦，你毋通安尼啦，你对你身体毋好哦。我讲妈妈，你毋通安尼啦，迄足危险的呢。了解我的意思无？咱看到迄无应该疼的人，咱感觉讲哦，这我疼袂落，我毋通甲伊接近。但是兄弟姊妹，即摆社会、即摆环境有侪人甲人的中间已经失去迄个啥，迄个人情味啊。但是咧加在吼，咱还佫活伫台湾的。台湾的咱讲是全世界真有人情味的所在咧，所以兄弟姊妹，咱爱知影，咱伫上帝所赏赐即个美好的所在，亲像迦南地的所在，咱着爱谨守上帝所予咱的啥话语甲生命应该遵行的规则。第二，咱着爱记得上帝供应，吼，上帝供应甲赐怜。申命记第8章第3节安怎讲？讲伊可怜你啊，这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麻辣赐给你吃啦。有当时吼，咱会感觉讲，哦，我都无钱呢，我做枵的呢，我做想要食呢，我做想要得到啥呢？兄弟姊妹，你毋通感觉你无啦，你得爱安怎？你得爱想讲上帝安怎咧训练你，互你去回想上帝，互你啥物通好食，互你啥物通好用，你得爱感恩呐。所以我咧回想，我过去常常会甲我妈妈讲：妈妈，我钱无够；妈妈，我啥物无，我啥物无。我嘛甲我小妹、甲我兄哥讲：咱拢无这，我想要来创啥，想要来创啥。兄弟姊妹，咱人若无感恩的心，咱人若无去思考你所拥有的，你会发觉你拢无啊，对无？但是圣经甲咱讲。上帝，你甲你的列祖所毋捌的玛纳，上帝赏赐互咱食，是要互咱知影人活的，毋是要靠食物啦。咱是爱靠啥物？搁一摆甲咱讲哦，是耶和华嘴里所出的每一句话。所以，上帝提醒以色列人，伫旷野的供应甲试炼的中间，是要做啥物代志？是要试验因啊，是要安怎塑造因，帮助因学习专人信靠上帝伊的话语甲旨意。毋是单纯靠物质啦，所以兄弟姊妹，当你欠缺不足的时，你得爱通过伊的话语，互你的生命重新得到帮助啦。所以兄弟姊妹，我会记得我国小的时阵吼，我的老爸前一日吼，我的印象中敢若是拜六，帮我牵一台捷安特的脚踏车，我印象足深，迄台吼3800块啦，吼。但是咧，隔工吼，我其实迄段时间去教会吼，参加主日学了吼，我拢会号召哦，招一群人讲，行，咱来拍电动，吼。
去拍电动的时阵吼，毋拿安尼哦，我搁这奉献的钱吼，老母互我奉献的钱吼，我会甲伊捏起来捏起来安怎？嘛是有奉献，银角啊奉献，剩的部分安怎？摕去拍电动啊。我无去记得我的老爸辛辛苦苦的供养，然后走去拍电动，你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过工啊！拍电动的时阵吼，我想讲无要紧，迄脚踏车放在门骹口，近近伫边仔尔哦。看了吼，即关拍了吼，看过，哎呀，脚踏车无去啊！迄心偌惊吓，你毋知？后来我会记得迄天吼，我的老爸吼，带转去了是叫我跪在迄柏油路上面吼，足烧足痛，毋若安尼吼，迄个拍，哇，迄个心吼是足艰苦，嘛足内疚啦。你看哦，到遮细汉的时阵，我所经历的迄段过程，互我去体会到，咱若无记得上帝的供养，有真侪时阵，你毋知影上帝是咧甲你试验啦，咧甲你试验你的生命啦。你会安怎？你会怨叹，你袂晓学习感恩。所以第三点，咱着安怎？毋通袂记得上帝啦。甲你边的人讲，你的生命若有主甲你救，你着毋通袂记得伊。你的生命如果上帝的拯救，你就不要忘记他。所以《申命记》第8章第11节讲啥？你着爱谨慎免得袂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无守伊的诫命、典章甲律例，就是我今仔日所吩咐你的。所以兄弟姊妹，当人伫顺境的中间，真容易自满啊。摩西特别提醒百姓，当因伫丰富的中间，毋通袂记得上帝供养甲祝福。所以兄弟姊妹，摩西特别去甲因提醒哦，你毋通袂记得，你着爱记得上帝是赏赐快乐的来源啊。上帝毋若赏赐互咱哦，你得爱知影哦，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的祝福跟丰盛，都是因为上帝赏赐我们。我特别经验足深。上帝若无留我的活命，我无法度通即马阁是徛伫这个所在咧讲道。咱拢知影，牧师14冬前我车祸对无？经历2冬连续2冬新春礼拜，迄当时车祸了连续2冬新春礼拜脑膜炎。14冬了后，教会13冬，应该12冬、13冬，咱教会2019年对，2019年牧师是毋是新春的前一日，甲安怎脑膜炎？10几冬诶，这敢毋是上帝特别咧甲我提醒吗？甲咱提醒，来甲咱讲嘛。我的罗卜，上帝伊所呼召的，嘛是咱每一个人诚做伊所精选所呼召的。咱就会记得，咱的快乐，咱的生命的快乐，拢是对上帝来。上帝若无留你的活命，上帝若无要用你啊，你无法度通奉献给上帝啦。所以兄弟姊妹，圣经甲咱讲，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是为着要坚定你、坚定咱甲伊列祖的中间所立的这个约，亲像今仔日相款。所以兄弟姊妹，特别伫咱的生命，咱就爱常常思考。上帝无论咱的成就偌大，会记得所有的祝福甲快乐，拢是对倒位来？上帝遐来。第五，咱要安怎样？当咱伫上帝所备办的所在，伫这个所在，咱要安怎来遵守伊的道？第8章第19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哈。来，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最近你若有咧看了解台湾的政坛啊、政治啦，你就会看见讲台湾已经产生真大的变化。圣经内底我认为摩西伊伫申命记第8章第19节到20节内底咧对百姓咧警告，主要是要爱因安怎？爱去关注伫因对上帝的这个啥忠诚啊、忠实啊，唔通背叛。什么意思？
这是一种国民对啥？对国家的忠诚有关系无？同款意思啦。以色列百姓因这个民族，就哪亲像一个教会内底的信徒，伊甲上帝的关系。以色列民族甲上帝的关系，亲像咱即卖教会甲上帝的关系，嘛亲像咱即卖国民甲国家的关系，有了解无？所以兄弟姊妹，咱对忠诚、忠实的这个态度真要紧啊！对伫上帝来讲的忠诚，摩西提醒百姓，因会得到福气是上帝恩典，对无？甚至唔通袂记得上帝将因对埃及出埃及了后，然后伫埃及40冬的中间，出埃及的旷野内底40冬久，然后伊两边就要进入迦南地，但是因伫旷野内底有拜偶像无？有无？有啊！摩西伫这西奈山顶面有无？啊，然后以色列百姓伫来下底安怎？摩西也无落来，遐起遐久啊吼，就造一个金牛犊，有无？吼，甲所有的这人爱啥金啊，拢甲摕起来，金银啊那收起来做一个金牛犊，然后甲拜迄个牛啊，甲伊当作是伊带领因对埃及出来。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因袂记得是上帝。但是对国家咧，国家敢毋是嘛安尼吗？咱台湾，咱台湾是伫咱即个土地内底是上帝赏赐真水的佛摩萨真水的所在。但是你去看媒体，也有人讲啥？讲台湾这片岛屿当初较早是一个荒野啊。我昨看一个媒体咧讲台湾是一片荒野啊。所以要不是这个对岸的中国人进到台湾人来帮助台湾台湾没有今天呐。所以台湾要怎么样？要感谢对岸呐。我想说怎么会是这样呢？台湾原始很早之前就有什么原住民嘛，对不对？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台湾原本就是有原住民哎，怎么会是从那边来的呢？我就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台湾人，咱真做台湾的国民，咱伫这个所在，咱安怎样去回想？咱安怎样伫这个所在缴纳税金？有没有享受台湾所给我们的健康保险的福利？我们怎么享受在台湾的国小教育、国中教育？现在几年国教？12年国教诶。兄弟姊妹，咱伫这所在享受着这平安的享受。但是咱台湾人若对台湾这片岛屿无有一个忠诚感，兄弟姊妹，这敢毋是跟咱的信用相款吗？咱的信用若讲咱信主，对主有听，对主有忠诚，但是咱对咱所处的环境无忠诚，安尼我感觉这是真大的罪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头前，咱来认真悔改，互咱了解。我看见台湾这片岛屿，咱来更加遵守台湾应该有的规则，毋是将台湾无应该有的规则安怎，甲伊乌白拍歹去。你会当去调整，你会当去沟通，你会当用真理照着听书应该爱讲的话去做。但是你袂使乌白改听书，乌白用家己的私欲，用人的自私的行为安怎去乌白改啦。所以咱知影台湾最近拢咧为着宪政危机我们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给在上位的掌权者，要让他们有智慧，不要随随便便。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唔是咧讲我支持什么政党，我要甲咱讲的是，咱若信仰福音的真理，咱的生命就爱有真理，咱的活命就爱真实活出真理的活命。毋是活出无真理的生命，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重新来立志，好，所以牧师邀请咱伫咱新的年，咱来立志更新生命的行动，咱来做啥物代志？咱来安排灵命的优先顺序啦。好，我毋知影你逐礼拜来到教会敬拜上帝，是有闲才来，还是我厝里的人较重要？我代志还未完成，我无法当来，我就莫来啊。
好，所以优先顺序很重要哦。圣经马太福音书第6章33节讲，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时常咧思考，我常常嘛牧师嘛咧甲咱讲，牧师的家庭吼，阮拢袂使缺席啊，特别连阮的囡仔嘛袂使缺席啊。啊，我做想要问诶，啊，恁敢会晓缺席？恁的囡仔敢会晓缺席？我大家拢唔敢讲啊。了解我的意思无？咱拢常常讲，牧师，啥物人无来？吼，兄弟姊妹，人毋是咧甲你督责啊，人是咧甲你提醒啦。你若无遵守咱成就上帝国甲义，有真侪时阵，咱安怎？咱是将上帝国甲义是放第2个、放第3个、放第4个。兄弟姊妹，我相信咱拢有即个心，想要期待，无论咱的亲人，无论咱家己，咱拢会当立志。但是咱求上帝，互咱有气力，有坚定的气力，互咱会晓要安怎讲出生命福音，互咱会当知影咱要安怎追求新的福音，互咱的生命重新得到活命甲气力。过去可能你认为这是好的福音，但是你无愿意安尼去行。但是求上帝帮助咱，学习灵修祈祷，学习伫灵性上甲上帝追求这个关系，咱重新调整咱属灵的生命要安怎来安排。咱教会华语礼拜吼，有一个姊妹吼，伊叫谢金玲姐妹，吼，伊参加，伊安怎来教会？伊嘛是看网络，吼，含即个千玲姐吼，嘛是看网络了解咱大桥教会。这谢金玲姐妹呢，伊本身真特殊，伊去陈默大哥共款哦，伊去参加过一寡迄个有关易经啦、算命的啦，啥物款的论坛哦，伊拢去参加过。但是伊一直无法度通找到伊的生命的出路啦。后来吼，有人甲伊讲，你去找教会啦，去找上帝看卖啦。后来呢，伊打一通电话来问牧师，迄中间我就咧甲伊带祈祷，甚至甲伊邀请有机会来到教会试看卖、听看卖，来认捌即个上帝看卖。后来伊就来到伫教会，最近因为伊生囝生了后，最近伊生了后的过程的中间，伊过去的头路是伊是一个会计师。伊这个会计师真特殊，伊的工作嘛真稳定。伊过去的头路是安怎呢？伊会当厝人，伊这生产的过程吼是当厝人做工课。但是做工课过程的中间，后来头家吼嘛无发薪水互伊，将近要到20万啦。但是这20万伊无法当讨转来，伊嘛找无即个头家啦。伊敲一通电话传讯息互我，甲我讲牧师，我爱安怎做，请你为我祈祷。后来我就拍一篇祈祷文为伊代祷，甲伊祝福，嘛求上帝甲伊引带。迄摆伊来吼，前几日吼拜2拜3，伊来的时阵，我看伊的面是充满着笑容甲喜乐。伊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去体会着，伊成立上帝做第一代生的时阵，当伊拄着困难的时阵，伊会惊吓袂？伊会惊吓，但是安怎？伊用上帝做代生，伊就袂惊吓。所以我对伊的面的顶面看出啥？看到希望，看到望，看到我看见伊已经知影要安怎做。所以伊伫来中间嘛，看我的牧师娘，将伊囡仔真古锥，真活跳，查某囡仔吼，王月成，我给他邀请，伊讲牧师没问题，我找个时间跟我先生会把孩子一起带来，一起来受祝福祷告。所以兄弟姊妹，陪伴有要紧无？代祷有要紧无？用主的话语，常常关心一个人，带伊行伫正确的道路，就是传福音的方式啊。所以咱时常看到人伫行伫错误的道路、偏差的道路中间，你安怎看到上帝爱你行的路无？咱就爱好好谨守上帝的话。兄弟姊妹，最后咱就爱会记得忠实伫上帝的服侍。圣经内底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讲，所以我亲爱的兄弟啊，恁的确就爱坚固，唔通摇动，常常就尽力做主工，因为恁的劳苦伫主的内底，唔是枉然呐。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人吼做工哦会忝的，爱休困无？爱嘛是爱休困，休困唔是伊无要做工啦，休困是咱人伫服侍主、服侍人的中间。你若有野心，你若欠缺，你若不足，会记得
甲牧师讲一下，牧师会甲你体谅调整一下时间，然后你休困一下了，安怎？哎，继续甲上帝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哦。你问耶稣讲好，我休困啊吼，莫搁去啊，毋免去啊，哦，我自由啊，从此解脱了。我甲你讲，有当时你解脱了，亲像这我车祸吼，真正是安尼来的啦。吼，真正，迄当时有一个大学生甲我问讲，伟渊哥，你现在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好好躺着，不要想任何事情。他说很简单啊，你带大专生，你带我们团契带完以后就可以回去休息啊。哦，白天你又没事情，我就说哪里没事情？我白天要准备，晚上要准备教导的东西啊，晚上陪你们，有时候大学生都到11、2点呢，还会熬夜跨年，好像每天都在跨年一样哎。第一规定的中间，我跟你讲没有那么容易。我最希望是好好躺着，不要想任何事情。真正的，隔礼拜就车祸啊！我唔是讲咱安怎讲就会安怎，我唔是这个意思。我要讲的是，我甲上帝迄个关系、立约的关系，我去甲安怎？我去甲伊拍破，我去甲伊无遵守，我无忠实伫上帝面头前。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尽力做主工，伫咱要活的年日，咱继续为主做工。所以咱来为着即马天气寒冷吼，天气寒冷的时阵，要安怎关心人？你敢知？穿较少的，甲你边仔兄弟讲，今仔天气寒冷，穿较少的，这就是咱真要紧的工课。关心人足容易的，你看环境的变化，这啥？人事时地物啦，随时去想这些事情，哪些人需要，发生了什么事情，时间点要掌握。你忙下早人咧休困的时间，用偏偏你下早有时间，哦，我关心在用我会当的时间啊。我甲你讲，甲你边的人讲，关心人。就爱遵守人的时间，关心人爱遵守人的时间，唔是遵守你的时间呐，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吼，有真侪人咱咧关心人吼，拢是遵守家己的时间呐，干那要照家己的时间去关心人啊。所以你安怎关心，你拢关心袂到啦。吼，因为你的时间唔是人的时间呐，关心人就爱依人的时间呐。所以人事时地点有重要无？逐摆你也关心人，迄个人就无爱来教会。啊！你偏偏要甲伊带来教会，伊要无？无爱呢。咱教会有一个咱有一个兄弟哦，最近有一个姊妹，伊的查某囝，伊一开始就是安尼哦。我无爱去教会，我无爱去教会。你若要小我去教会，唔通。后来我请咱的小组，因就安怎私底下招因去到第85度 C， 伫遐聚会呢。所以咱的教会，什么款的聚会，只要福音跟福音有关系，咱人事时地物。都可以改变的啦，只要在神的话语、神的真理里面来走，我都相信神都与我们同在。最后，咱这回来看一段影片，哈啊，马来听一个非常美的音乐啦，哈。好，我们在听的时候，咱在听的时阵去听伊的歌词，好，伊的歌词就是跟咱今仔日所看的圣经在。是有关的，咱好好去体会咱的生命，亲像这歌词咧讲的，咱的环境，咱的生命经历。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放眼望去，一片无边的沙漠，能抓住什么？只有脚下的尘土。漫长的旅途，谁来指引眷顾？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你用云彩不分日夜的守候，一天又一天带领他们停走。漫长的旅途，从没有缺席，一直在左右。40年来，一分没有沉默。40年来，谁是没有转弯？40年来。
这条歌生命中的云彩是天韵因所做的。这个团体是台南圣教会这个高牧师所带领的团队，后壁所有无论头前这交响乐，拢是因教会的这同工。伫伊内底，这同工的内底，我会记得我跟高牧师伫这个牧者的座谈会中间，我发觉伊这个人，伊是海军陆战队退伍落来，所以本身伊就是用军事性的教育、信用教育、谦卑在带领信徒甲同工。我毋是讲伊偌好，我要讲的是，伊遵守上帝所教导，互咱的生命伫主的道理内底，安怎活出应该爱有的行动。伫即款的生命内底，即首歌的内底讲起，讲40年来衫无穿破，40年来鞋仔无穿歹，40年来每日食玛纳，新日总是军队伫分彩，分彩的意思代表伫天啦。分彩代表是天，代表是要互咱回想，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所经历，但是上帝拢一直有新日在为咱，在甲咱带咱行。所以兄弟姊妹，咱爱求上帝，互咱看见，伫2024年，咱有侪侪服侍的同工，每一个人的生命嘛开始咧做转变。2025年每年，咱的教会嘛有侪侪同工有做无相款侍奉的改变。牧师嘛要邀请咱来为着咱的司琴心如，伊要去到伫台北，伊1月份，伊到伫咱中间1月底就要离开。心如嘛伫咱教会对高中，高中伫咱遮司琴对袂晓到今我感觉我真感动，因为伊本身伊的母会伫南台教会，但总是伊委身伫即个所在，嘛含咱做伙伫敬拜团。伫咱的诗班、整个音乐，安尼咧甲咱伴奏，所以上帝嘛引带咱，嘛伫这过程中间嘛通过育成将近2档外的时间3年了，3年，所以教会已经进入第4年了应该算是含咱教会当伫这个所在开始所以育成嘛稍微要转换跑道，嘛是到2月底啦2月底。伫这段时间，心如要离开，嘛请这个机会去找嘛帮咱找到一个叫做蔡学敏。我前日看伊咧讲话中间，发现这个学敏老师年纪跟我一样，68年次的，还没有结婚呐。伊本身毋是基督徒，但是已经伫屏东的长老教会服侍2档做音乐真正无容易。我咧跟伊谈话中间，所以牧师嘛鼓励咱为着这个人来祈祷，咱嘛为着咱的新田执事，伊嘛考调新学院，又讲伊还无这个负担啦，无要做牧师啦但是圣神引带帮助伊去新学院做更较好的造就伫神学的顶面，圣经神学的顶面，会当做真好的训练甲装备。我相信上帝引带咱的教会，无论咱有新的新学生蔡尚恩。我相信上帝拢真奇妙安排，在带领咱的教会，所以咱爱更较有信心为主来做工，来听主听人，来传扬主的福音，好无？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阮，你是阮生命的供应者甲引带。主啊，阮伫你面前要定新日子，伫新的年的中间，阮爱更新的生命。恳求你赏赐阮一粒谦卑感恩的心，互阮无袂记得主你伫阮生命中的稳定的祝福，帮助阮伫你的话语的中间会当点根、布艺结实，甚至来结侪侪果子来荣耀主上帝。愿上帝你赏赐阮气力，会当忠心来侍奉主，伫主你的所为阮备办大桥教会，伫这个大桥你的所在，会当做美好的见证。无论厝边隔壁，无论阮的亲人朋友，互阮伫行到逐角落，拢会当为主你来报传好的福音，来救人的生命。恳求上帝你开阮的目睭，互阮的属灵的目睭毋来当认捌主，互阮会当帮助阮做福音的好管家，为主你勇敢来传扬主你的好信息甲福音。主啊，阮知影头前的道路有挑战，总是阮亲信，你一直甲阮相合同在。愿阮伫今仔日，
愿每一个人同齐领受着主你的救恩，甲愿望的喜乐，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个时，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天父恩典真正大。咱大声来吟吼。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做伴。咱着笑脸伊的恩，日日永有存。无知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着甲伊传，互人恩典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尔大，咱着乐归向因心，互天地拢总相甲欢喜。咱搁来吟一遍吼，搁来吟一遍。咱拍鼓啊！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做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存。无知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咱恩典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尔大，咱着乐归向因心，互天地拢总相甲欢喜，互天地拢总相甲欢喜，互天地拢总相甲。欢喜，请坐，愿咱常常伫主的恶乐的中间，得主的欢喜，将荣光归乎伊。咱这个时，做伙同心来奉献。咱用感恩的心。用回应上帝的心，伫主的面头前来陪伴，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恳求上帝来为咱想事，来赐福咱。咱做伙起立，来吟回应的诗。我的生命。咱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视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敏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咱犹原徛地，咱来吟上营的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
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行圣神，俄罗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地到万世。阿门。愿主伫咱新的年要来到，引带恁的脚步，赏赐咱，互咱对天灵遐来的平安甲喜乐，保守恁伫软弱中得到坚强，伫患难中得到盼望，伫听的中间来结出圣洁的果子。愿上帝荣光彰显伫恁的生命中间，成做世人的光，见证上帝的名，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闭倒闭会。9点半，9点半。我要回你的电话，人有甲赶到袂记得啦。